第6课，天國是親像一個家長。耶穌說一個短短的譬子，這個譬子只有一句話，聖經按呢寫。所以，既若經學士做天國的學生的，是親像家主對伊的庫房提出新的搭舊賣的物件。這個譬子甲聖經真濟句話也有真深的意思。有時啊，聖經的一句真短的話，意思常常真深。咱即馬來看這句話的譬子的意思，咱愛注意讀，因為若無，咱毋知影意思。頭一項是着愛注意迄句經學士。迄個時代，經學士有兩個意思。第二是有學識寫上帝律法的人。人着寫律法，一擺閣一擺，真濟擺。因為佇因寫的時代，無有印刷機。現在人若要做一本冊，會堪用印刷機印真濟本。以前的人無印刷機的時，因着一本一本用手來寫。耶穌帶佇世間真濟年的以後，才有人發明印刷機。還未有印刷機的時，人着愛用手寫冊。要寫冊的人着學識，才會曉寫好勢。因着愛練習寫真好看、真明的字。所以迄時的人看經學士是真老。第二個意思，經學士也是做老師的，互因教上帝的律法是真有意思。因為因寫真濟擺，所以因一定得按量律法。經學士的意思是寫律法的，甲教律法的。即馬，咱來看這個譬子的意思。這個譬子甲咱講，這款的老師是親像一個家主，也就是家長。家長對伊的庫房提出新的物件甲舊的物件。這個家長有一間庫房，迄間的門摞鎖起來，鎖到真好勢，因為內面有真濟寶貝的物件。伊若愛寫的寶貝的物件，家長着開門入去摕。伊出去的時，伊閣鎖門。家長若閣愛寫的寶貝的物件的時，伊閣開門入去摕物件出來，以後閣鎖門。家長所摕出來的，也有新的物件，也有舊的物件。耶穌講這個經學士底甲世人是親像安呢，伊的頭腦是親像一間庫房，伊對伊的頭腦提出新的意見甲舊的意見。有的意見就是最近才有，別的意見就是真久就有。伊底甲的時，伊用伊的新的意見甲舊的意見，互人較明白道理。若有老師要教天國的道理，也是同款。伊若要做譬子，就用舊的意見甲新的意見。耶穌的譬子也是安呢。好的老師用舊的譬子甲新的譬子做伙教世人。耶穌講這個經學士的譬子，是愛人知影上帝的教示，有新的甲舊的，攏真要緊。